好，大家午安，好大声哦！午安，午安。很高兴大家今天可以在3点半的这个午后的时光来这个沙龙跟我们一起坐一下，然后听听我们今天的讲座。那今天这1个小时的讲座是由客委会主办的一个讲座，叫做我看一下，回家不是退场，客庄青年的地方文化行动。然后我先自白一下哈，就是我本身其实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是董静伟。那我的本业其实是做杂志跟书籍的编辑，所以今天就是有这个机会来当主持人，我会用我最大的能力来转化我的 I 人的能量，来引导大家。那其实就是我自己本身也是半个客家人，但是我现在目前比较没有办法，就是用客语来跟大家沟通。所以今天就是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来客委会的这1个讲座，我自己是觉得可以沾染一些多一点点跟妈妈这边的客家的血缘有关，我是很开心的。那因为我过去一直都是从事跟地方的农业、还有旅游、还有地方创生有关的出版工作，已经有10多年了。所以我今天就是听到这一次的讲题的时候，就是回家不是退场，其实就是蛮快的，就是联想到我最早刚出道的时候，就是刚出道10多年前的时候，在刚开始进入田野乡间来做采访现场的时候，那一次有一个很巧的机会，就是我到高雄的美浓这个小镇去做采访。那因为访谈的是一位有机的农夫大哥，那当时他已经是有一点中年的年纪了，所以我在跟他访谈这个他怎么去返乡，然后务农以及选择有机农业在开始的这个历程的时候，除了他那时候去谈的是10多年前其实有机农业还并不是那么盛行，所以他是有他其中的辛苦在的，但是他言谈之中一直是透露的是他这个年纪回到美浓一个蛮典型的一个客庄的地方，其实会让很多的邻里或者是家人不谅解。他们甚至会觉得，会是可能你是不是在外面没有办法了，或者是你是逃回来的，或者是你是一个，甚至就是会说到是失败者这样子的一个标签。那当时因为我没有长期待在客庄的生活经验。那当我接受到这样子的资讯的时候，我其实还蛮震惊的。就是我觉得在一个这么传统以及就是这么有集体意识的一个客庄里面，其实当你想要做一件事情跟别人不太一样的时候，我觉得他面临到的一个现况或者是那一个阻力啊，会比我原先预期的还要大很多。所以现在经过了10多年了，我想要回头再去看说，现在回到客庄的人都还是面临这样子的状况吗？那随着我在做地方创生的刊物的这5、6年来，其实我慢慢发现有很多的青年壮年会回到自己的家乡，或者是也不见得是自己的家乡，是他喜欢的地方。那他会在那个地方去发挥他自己的专长，然后试着把那个地方变成他适合去生活也好，适合去工作的，适合去结婚恋爱的一个场所。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就是想要邀请3位已经回到客庄，然后也都陆续应该也都有10年快10年的那个时间了。那他们回到客庄自己的家乡做了哪些事情？那其实都是跟我们的文化行动有很大的关系。那今天的讲座的时间有1个小时，我们会分成2个区块。第一个区块就是我们会先请3位讲者，就是先个别的介绍自己在自己的家乡做的事情。然后第2个半小时，我们会再来做一个综合的一个访谈，然后会预留一点点5分钟的时间，让大家就是有机会也可以来做提问。好，那我们先从就是共发实验负责人建成先来帮我们分享。好，大家好，我是建成。大家好，我是建成。
要他懂进总现在很紧张啊，因为要顾虑大家可能听不懂客家话那现在大概就到这个程度结束。好，那也帮那个客委会做了宣传这个我们今天这几天在客委会的摊位上支持客家刊物、客家的出版。然后可以获得小赠品、小礼品那个礼物非常之精美，非常的可爱，就是我本人所写的客语的谐音字。希望大家在看华语字的时候，用华语的发音也可以学习客家话。那当然，这些客家话它本身有一些教育部或客委会规定的正字，就是标准可以怎么写。但也希望大家可以基础的先学有趣之后，然后可以去学更深入、更国家就是学者们大家一起去研究出来的正确的字，还有更深入的客家话。好，然后因为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紧张，不要紧张。好，那我就先简单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地方上做的工作。好，那我今天不会挡到，对，就是我想分享的题目是这个为了做而做这个是想要用这个事情来跟大家说，其实是这个出版它可能是一种写作，就是最后那个做。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了做事情，然后而写作的这个历程。那左边这一个图，我觉得就接着静伟刚刚所提到的，就是刚开始我们回到地方的时候，很容易会有很多的标签，会去说就是地方上可能很好，或是有一些状况或者是很不好的这些状况。可是这些对于我们在回到地方的时候，有可能不是这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被既有的框架给框住了。好，那个时候我刚回去。然后我们开一间店，就是刚才提到的共发。那有一些外地的观光客会来，然后来之后他就会问说哪边可以去逛，哪边好玩。那这时候就想说，你可以打开 Google Map， 好，但是有点不礼貌。身为一个服务业我们就会拿出一个便条纸，然后上面跟他就是你这样往那边走，然后往那边走，然后一点都完全都不精准。可是这个东西做久了之后，就发现好像我真的可以借由这个很不精准，然后很有味道的东西，把它变成一个地图。所以那时候就画这个地图出来，然后在这个地图上，这一条路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所谓的不存在，就是它是2条单行道，就是苗栗市有非常有名的中正路跟中山路，就是单行道，然后它中间隔了一整排的家屋，那非常的宽。然后那时候我们就突然想说，假如我们原本做这一个地图假设叫做地图的出版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为什么一定要照着Google Map 去画，而不是有没有可能从我们自己有感觉的方法去画这件事情？那后来做了这个东西之后，才突然发现，我们其实在讲的所谓的出版，在国家的视角里面，它其实原本是被禁止的，就像党禁那个叫什么戒严那个时期，为什么要禁止出版？因为那个代表说国家所讲的东西才是唯一正确的，而今天我们要自己做出版的时候，就不一定要被这件事情所局限。那我们就可以用我们所理解、所生活的地方感，重新去说我们所认知的这个地方。所以苗栗市的地图，假设待会结束之后大家有兴趣或待会我的段落等下你无聊的时候，你可以打开 Google Map， 你就会发现苗栗市根本不是长成这个圆形的。但因为我们自己在地有一个外环道，所以感觉起来苗栗就是一个圆形的一个这样子的样子所以从这个事情开始，也让我意外的踏上了在地方做编辑这件事情。好，那个时候从那个地图觉得说要让大家有感觉，那开始去做地方文史，找到之后要有感觉，就不会只是把文史翻出来给大家看，或是配很精美的图而已。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就想办法去把这个在地的一些故事，然后编成一个微型的小说，连载的概念，然后每一个文史都会去编排一个现在这个高中生他去就学的路上，然后他会遇到的事情，然后让大家可以开始有感觉。然后那时候还很鏘，就是为什么上面这一节是故事，下面是文史呢？那因为其实是我们把那个透明资料夹上半部有图案，下半部不印，所以里面的内页可以不断的抽换，让它可以带着真的在路上走来走去，所以就开始用这种方法，然后让大家开始觉得是有趣的。那也因为做了地方的这个很轻量化的刊物之后，就获得了地方上的政府他们想要去介绍苗栗的女路
好，苗栗女性的这件事情，好举牌好紧张。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就是不只是介绍文史，也希望他真的可以去走在路上，而不是只是在家里去做 Google 而已。好，那这一个概念也影响了，就是大家拿到这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可以真的走在路上。那现在这个是由137制造社跟331文化开始去推出，真的借由这个文本，大家可以走到路上来去看到苗栗女性生活的故事。好，那到那个开始真的走上街头之后，也慢慢的去想那些故事，一开始都还是文史，而这些文史其实。刚刚就算我们很想让大家融入，可是这个融入有没有可能这些故事就真的是在地人的故事？所以我们后来再去出了这些很轻量的很轻量的这个刊物，就是单章，然后它是介绍菜市场。那菜市场里面的每一个主角就会是我们去介绍的人。那希望让这些故事都可以真的被看到，而不是只是去介绍文史而已。所以我们慢慢的把主角从文史体验到在地的人身上，那我们也在社区里面去做很多的行动。好，那后来我们也开始去做比较主题式的采集跟出版。像这一个照片是今年刚做完的一个摄影集。那我觉得像这个摄影集里面，其实我们没有做很多的文字，可是照片本身或地方的这些就有很强的故事性。所以像这一个我们在讲客家人吃那个萝卜干，这边就有中的、碎的、广东的、手切的、珍珠的，就是这张照片它其实就可以变成很丰富接下去的文本资料。好，那所以带着观点去做，一开始，然后到这边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做着活动的过程，带着编辑的思维去做活动了，所以我会知道活动当中可以安排怎样的观点，让大家可以去体验。那这个是我们除了采集之外，把大家被报道出来，我们在过程当中采集到的照片也可以送给他们，让大家可以真的跟这个刊物不是只看到它被描述，而是它真的有参与的可能性。好，那这个是一样是带着编辑的思维，在市场里面去做即兴舞蹈，然后编成那个摄影集。那在这些状况底下，除了一开始从文史到后来体验，然后可以生活的脚本，然后带着编辑的思维在街上运动之后，其实我们一直去思考，在这个时代，编辑或出版它的效用在哪边？因为真的这个发刊被阅览的状况，然后被愿意付钱的状况，其实都是很受挑战的。那所以我们自己的路线其实会很轻量，就是轻量到可能就是一张纸，然后背面就是海报，它可以回家贴纸，就有功能性。那另外一个状况是我们就是从这个线上的版本跟纸本的版本之外，我们其实有另外一个很奇妙的叫做洗污垢的艺术，它也是就是用一个模板，有点像印刷一样，它会有一个塑胶片，然后在墙壁上去刮出来，所以它有点像另类的印刷。那它其实是会不见的，也就是它半年这个灰尘就会不见了。所以这个不数位也不纸本的短暂的出版，如何去跟大众沟通，也是我们现在觉得一个有趣的事情。好，那总之就是在地方上做采编或做行动，它其实是一个不断往前的过程当中，从最开始的题材到形式，然后它的受众其实是不断的去思考。那我觉得回到就是今天我们还是有一个出版的这个题材底下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出版它不只是做一个记录，不只是一个思维，它其实也是有很多延续性的事情。所以像这边就是我们前年有一个叫做行过田螺去哪里的这一个绘本，那后来有跟这个客家的青年江胜龙，他也去把它变成了一首歌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出版它是一个观察的工具方法跟视野，同时也是不断让大家在接下来可以去回头去看到，你有很多的素材可以不断去运用。好，我超时了，对不起。我有。变成时间控制得很好。然后我觉得待会会有一些我们第二 part 的那个访谈的时候再来多问。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欢迎就是莉莉 Coco， 就是我现在旁边这一本很可爱的地方刊物的主编邓慧茹来分享。好，大家好，我是桃园艺文阵线的慧茹。然后我简报有一点啰嗦，等一下大家我就快速浏览，让大家知道桃园艺文阵线在做什么。
对，那艺文阵线其实主要是从2014年开始，就是我们很多地方工作者或艺文工作者聚集起来，然后办了很多分享会，然后我们也在桃园主办了第1届的民间自办的回头看艺术节，然后开始从这个起点开始。对，那时候在街区有很多的展演。那在艺术节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回到中立，就是开始去做很多的地方的文史调查，然后日治时期的资料、老照片等等。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发现中坜有一个老市场，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中坜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精神象征。那当时它也面临拆迁议题，所以我们那时候就用艺术节的方式，继续跟这个市场摊商一起办了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对，那当然市场后来还是拆除，然后并且重建，变成一个新的一个美食广场。对，那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因缘际会租下了台铁的仓库，然后我们一样就是开始去做很多的田野调查，然后也发现，这个仓库有点不太简单，它是日本时期新建的一个日本通运株式会社的仓库。那有鉴于许多文资保存的一个现实面，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开始透过市集活动，或者是甚至是剧展，希望让更多的人创造跟这个空间的连接。那所幸在2021年的时候，这个仓库也成功被登录为历史建筑。对，那我们从2014年一直到现在，其实是不断透过很多的活动，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对在地文化有更多的一个理解跟重视。对，好。那所以中坜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觉得如果有大家对中坜有一些了解的话，其实走出车站常常会觉得，中坜街道有点旧旧脏脏的等等的。但是其实中坜它是一个流动人口，甚至是一个很多人都会来到中坜，甚至比如说有很多的多元族群。闽客、滇缅、云南，然后甚至东南亚文化都会来到这里，甚至台三线的人也会很多人顺着台三线一路流到中坜。对，那他现在其实也是一个面临都市更新冲击的一个地方，所以它会有很多的一个，包含像现在这张照片是前几年拍的，但是它已经是一个老照片了。对，下面的那个地下道啊、火车站其实都不在了。对，那回顾我们在发现老照片的时候，其实回来看这个中坜车站，它其实曾经很美，所以我们就会想说，那所以中坜的特质或者是中坜的样子，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好，对，然后中坜在外环道以内的范围，其实就有很多不同的文化类型，然后包含像是商街啊，或者是东南亚文化、铁道文化、日式宿舍等等的，那这些都是我们在地行动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源。好，那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其实很多在社群网络上讨论中坜的时候，其实很多都是很负面的评论，但是也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不应该被讨论，而是我们希望可以有一个机会去收集更多元的观点、更多元的视角，让大家一起来分享中坜的可能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还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所以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团队。对，在地工作不会只有一个人拥有，通常都是我们需要很多伙伴一起做的。好，我快速带过。好，所以我们其实用了很多方法，希望去创造大家有机会一起来参与，一起来行动。那刚刚今天的重点就是地方编辑这个刊物的部分。那为什么我们会开始想要做一个刊物？是在我们过去田野调查过程中，其实我们问到了很多故事，包含听的当下，我们自己都非常惊喜，居然有这样子的小事件啊、小故事。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刊物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这些我们听到的那些内容，甚至是当下的感受，所以我们才想说，那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小故事，去把这些收集来的故事，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好，那我们的刊物就是我刚刚有说到，我们其实希望呈现更多的人的视角，然后也希望可以有更多人参与进来。所以我们每一期的包含客座编辑，或者是美术设计，甚至是我们还有读者征集的那个环节，都是希望用不同的方式或是专业去呈现关于这个主题的内容。对，好，那这是我们目前每一期的刊物，包含像是讨论中坜的很多的24小时店家，或者是火车站议题、客家米食议题，然后甚至是都更议题，还有中坜都会区外围的农园，然后甚至是庙宇议题。对，每一期的编辑还有那个美术编辑其实都是不一样的人。
然后这边就是我刚刚说的读者征集，就是每一期我们会根据每一个主题去设计题目，然后就是希望可以收集更多人，就是你今天没办法写出一个文章，但是你或许可以透过一个小故事的分享，然后去分享关于每个议题的一个讨论。对，那对我们来说，刊物它其实不只是一个成果，也是一个我们在地行动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透过刊物，然后去跟人海宫建立连结，然后我们今年就跟他们合作做了这个人海宫的预售，然后也或者是我们以这个菜包的这个文本为基础，然后去开发这样子一个小旅行，然后又或者是农业之间的一个品牌串联等等的。好。对，那阅读城市它当然除了纸本，还有可以透过一些小旅行的方式。那我简单讲一下，小旅行除了我们的主题企划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地方叫城市引路人，就是也是延续刚刚说的更多人的参与这个部分。这个小旅行的重点是我们希望邀请在地生活经验者，可以来分享关于他们的故事。那这里面2位，一位是他是延平路香料店的后代，跟延平路槟榔店的后代。然后我们透过这2个人的生活故事，去串联出一个旅行的轴线，这样子。好，那最后是那个中立人带你玩。那这个故事，这件事情要回到我们一开始回到中立，然后去串联了很多的在地的老商家。然后这些老商家在这几年渐渐形成一个叫做中立街区博物馆的一个非正式的组织。那中地人带你玩，就是我们邀请这些店家成为他们可以透过他们的手艺来做分享，然后每一家店家他们就是每个老板都成为你在这几天来到中地，你可以透过他们的手艺去，比如说刻印啊，或者是炒肉松啊、做饼啊等等的方式，就是让这些老板带你来玩中地。对，那当中我们当然也有结合一些，比如说展演，然后让这些非自式的空间，或者是在中立市区的一个分享空间，成为这些展演空间。其实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人跟不同的场域去建立一个共同的记忆。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才有机会让大家可以理解这个城市的脉络。好，迅速的分享先到这里。那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就是逐步东行的，刚刚听老师说，就是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发行人的角色，就不用实际参与编务的角色。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正在进行营队当中，寒假嘛，就是在进行营队当中。然后我居然还有时间可以出来，就是跟大家说说话，就代表其实我就是只是要看一下学生们都他们自行可以运作。那我今天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今年就发了新的刊物，就是新印的1期，所以我今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带着新刊物来给大家这样。那如果大家在场，就是因为我们在门口也有摆放我们新的刊物，大家可以免费的索取。那我们其实就是1年发行1次，那主要这个刊物的内容都是由我们竹东在地的国高中大学生，然后甚至社会人士一起做编辑的，对，就是以。跟为主开始的，那我稍微就介绍一下我们的团体。对，逐步东行就是希望大家跟着我们的脚步往竹东迈进。好，那其实很多人都问我说，这个刊物已经因为就是1年1期嘛，所以12期12年，好可怕的数字。对，然后为什么要做就是地方刊物？我觉得刚刚其实听2位讲，其实一个很基础的脉络就是第一个我们都很爱自己的小镇，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叫小镇，所以很多东西很快就会消失。那如果不做记录，就没有人会做记录。这就是一个我们想要做这件事的初衷。好，所以其实逐步东行是一个刊物，然后它也不好意思，因为我一直要90度的旋转。对，逐步东行是一个刊物，也是一个地方团体这样。好，然后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我们1年做1期，然后12年就是12期，是一个很好计算的数字。然后就是今年我们做了就是第12期。好，当然我们也有做摄影集，然后因为像第1期的
摄影集是竹东国中，那竹东国中就是我们自己的母校。然后因为现在全部就是面临全部的大改建，以前只要是竹东人，几乎都是念竹东国中。那因为后来有竹北那些就开了很多的新学校，那竹东其实是所有老的竹东人的回忆。那如果全部拆迁完，就不会有这些样貌。所以在当下，学生在上课的时候边拆边拍照，我们拍了超多的照片，所以那一期的摄影集也引起蛮多竹东人的回忆这样子。好，那这个团体比较特别哦，就是其实是以青少年为主，就像我可能就是比较旁边的人士这样，然后他们才是核心的人物，所以我们的主体里面有跨龄、跨校，然后跨域的团体，然后刚刚讲的重点一样，就是青少年他们才是这件事的核心人物。那其实像我可能就是在旁边提供一些资源，然后学长姐就是带领。然后，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想要在为竹东做一些什么事。好，所以其实东西很简单，我再转一下哈。那其实我们就在竹东做了一个团体嘛，我们就做了很多事情。那所以很多人都会找我们做，因为我们本身都是学美术的，然后所以很多人就会找我们做一些阶梯彩绘，或者是社区的，就是可能太过灰暗，要做一些改造。那其实我们都会利用暑假的时间去做。但是后来发现暑假时间真的是我们都在烈日下一直滴汗，所以有点太恐怖了哈。好，然后我们也是会用导览的方式，然后带领大家游竹东，然后当然也有一些美食的节目，然后找我们一起合作介绍竹东的市场美食。然后呢，台三线艺术季我们竹东也是一起参与的一个活动，这样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因为我们竹东有一个奉饭的活动，然后呢，这个奉饭活动我就可以带着学生去市场做一个大冒险。所以在这个，好，所以在这个图的时候，你看学生好像不知道带领着什么一样，他们其实就是在市场里面去寻找要去做奉饭的一些菜色。对，他们其实很少走入市场，然后他们也不知道奉饭文化是什么，可是借由这些活动就可以实际带领他们认识了竹东在地的奉饭活动，然后也可以跟竹东市场商家一起去做一些合作。好，然后当然我们也在自己的学校做了一个美感基地，然后就把我们这10几年来所做的很多的学校的课程都浓缩成1个小时的课程，在固定的时间我们会在假日会开放给竹东镇民一起来报名参加，就是希望用各种的方式，然后让竹东的镇民一起了解我们在做的事情。好，其实我们做到现在，就是常常会遇到，就是说很多人会问一下，就是我们的青少年到底如何参与社区活动并发挥影响力，然后在这个这么特别的青少年团体是如何凝聚，跟青少年是如何传承的。我觉得刊物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对。好，那我其实最印象最深刻的是学生告诉我说，因为他们就喜欢摄影嘛，那他们就每次在活动，然后或者是自己在找议题的时候，就会在竹东的街上去拍摄。那我觉得他在国中的时候告诉了我，就是在地书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刊物其实真的只是一个载体，可是真的内容是他去拍照，他可能用文字用摄影。然后这就已经是在他国中的时候就觉得说，是不是他现在生活的一种方式，然后跟竹东的连接，这是我一直觉得这本刊物为什么一直可以凝聚这么多国中、高中，然后甚至大学在地人士。我觉得就是因为在这个记录的过程，他发现了他跟这个竹东生活的连接是一种就是一个生活模式，所以不用问我们说为什么想要做这件事情，它就是在我们生活中，就是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怎么去看，然后呢，再透过这个刊物让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看，对，就这样。好，所以我觉得更特别是这个学生在高3的时候自己去报名了这个 TED， 然后他说他要把竹东的故事告诉大家。我说你高3不是这面临大学的时候，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觉得时间点到了，他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他现在其实讲话
就是在说主动故事都说的比我好这样。然后因为他讲了一句话，让我觉得说，其实主动就是很多东西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然后呢，其实是没有消失，只是他们要怎么样去找回来。我觉得这个都是身为老师从来没有过的观点，都是学生重新再教导我，再看一次，对。好，然后所以因为我们今年12年，在10年的时候，我们也自己做了一些的统计。那有关于这个刊物或者是我们团体的影响力，从国中、高中到大学或者是社会人士，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力？我们自己稍微有统计出来这样子，对，就是可能给了一些地方的连接，或者是创意，或者是可以去表达自己在地的故事之类的，对，大概就是很简单的说一下，好，谢谢。好，谢谢雅芳老师。我觉得待会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可以说一下，就是在整个你们1年出1刊，然后是怎么维持12年的这件事情。因为学生是会流动的，对，但是你们怎么持续的去发生，其实你们内部是有完整的一个流程的，这个待会也许可以分享一下。好。那我觉得就是刚刚听完3位的简短的分享啊，应该已经感受到就是他们对于自己所住的地方的那个热情跟爱。但是我想要接下来提问的是说，因为其实刚刚雅芳老师有提到，刊物是一个载体，对，那在这一个多元的以及就是快速的一个社会里面，为什么还会选择想要用纸本来去传达？因为纸本在传达资讯上面，它相较于影像一定是会比较慢的，然后扩散以及就是触及的人是会比较少的。那为什么你们在选择载体的形式上面，还是会想要用纸本？那我知道就是像建成，还有就是逐步东行，都是先从纸本刊物出发。那就是里里扣扣这边反而是在先从艺术季开始有行动了，然后有了一群社群之后，才长出这个刊物的。我觉得在刊物在你们各自发展的历程里面，其实是不同的时间点发生的，但是你们都不约而同的觉得我们还是得做一个纸本刊物。对，那首先想要先帮他提问的就是为什么还是选择纸本这样？那可以先请建成。在后期，因为其实最一开始我们出那个地图之前，其实是一直困惑着，到底要不要做这个导览地图，就是周边店家的地图，因为那个地图是2020年出的，那个时候其实全台湾非常多这种就是散步地图了，但是我们在苗栗要去做的时候，就觉得有点画不出来，因为苗栗市它比较狭长，然后那个店家的分布不像现在比较密。所以画起来那个图纸就是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做，所以就觉得好像没办法做。但就像刚才讲的，慢慢的发现，其实那一张纸，它其实是非常重要，可以去传递的。当你真的摸到了店家给你那个小纸条的时候，你会真的有感觉。所以我觉得第一个部分是为什么还是会想要做那一个刊物或是传单，它其实最基本就是我真的递送了一个东西给你。而不是说，那个 QR code 扫一下哦，这是我们最新的介绍哦，网站搜寻一下，那个感觉是完全不同的。那到后期，其实我们慢慢的去转变，就像刚才讲，为什么我们要设计它是一个漂亮的海报？哦，对，顺便介绍一下，我们照片都是我们那个阿嘎他拍的照射时光非常厉害的，很漂亮的照片。那也因为有这些很漂亮的照片，其实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是，这些印出来的纸张，它其实是你真的有办法回家去重新剪辑的，就是你可以把你喜欢的照片裁下来、剪下来，你喜欢的句子裁下来、剪下来，然后重新去做拼贴。那这件事情是数位其实没有办法做到的，你只能就是截图，然后可是截图你还要把它 print out， 就是印出来，可是你也没办法真的去重新拼贴。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后期去制造这些纸张类实体素材的时候会带着的一个想法，这样子。所以还是觉得纸本才是有那样子可以触碰的温度在。对，那当然比较常见的说法就是，我们也很认同，就是你在网站搜寻的时候，你就是像我们滑脸书，就是滑过去就滑过去。可是你在纸本的时候，你会真的感受到它编排的顺序，
然后你就算想要跳过这一页，你还是必须真的有纸张划过去，你会看到中间的排版。但是你在数位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件事情的。就是它的那个编辑的那一个脉络会非常清楚的被呈现出来。那雅芳老师这边呢，就是如果是从逐步东行这样子的，当时有讨论过，或者是说做到第12年了，中间有没有想说可以用其他的载体或其他的传播形式？一开始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学美术的啦，所以学美术的话，对于触摸这件事情就是很重要的，对，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开端。然后可是做12年，就像主持人问的说，中间会不会想换过一个那个载体？可是后来发现，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客家庄因为我觉得客家人表达感情真的是很含蓄，对，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就是太直接的说出来。可是我觉得刊物这件事情就可以变成是我们或者是学生跟长辈们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他们可能想要探索竹东，他们可能会去问在地的长辈，甚至问自己的家人。那他们带着这本出去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很自然的变成一个桥梁。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因为后来我就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件事情还是对我们这么重要？我觉得可能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客家人就是表达的情感上没有办法这么的直接，这样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然后第二个是我自己在教育现场，我会发现说，我早期出来教书的时候，那个就是视觉好像是学生吸收最快的方式，可是现在已经是不是咯？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疲乏了。对，你要非常的刺激才有可能吸引到他们的目光。可是现在不一样咯，手的触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像我们的课程有带着学生去做木工，就是因为我们竹东是木业嘛，我们带着他们去森林，然后呢，我们毕业前就是要做一张椅子，然后从山上砍下来到自己削成，然后做一张椅子。这件事情都是他们毕业或者是做这刊物会记得的事情。手碰触到的东西，会顺着这个记忆留在身体里面。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好像世代有点又回来了。对啊，这样讲出来就是教了很多年的感觉。对，我就是教了很多年，所以我就觉得有这种不一样的刺激的感觉。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反而家长会非常的支持做这件事情，因为这都变成他们最重要的回忆。而且刚刚听雅芳老师讲，就是在跟在地的居民或长辈来做沟通桥梁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刚刚好的一个载体，就是不管在你的情感的表达上面，或是在人际关系的那个距离上，我觉得好像是在竹东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适切的一个载体，所以才可以一直持续适用纸本。但是我们的距离没有像芬兰的距离那么远嘛，客家的，因为我当然在想说，学生每次去访问的时候，真的是长辈都会有一点先会有一点抗拒这样子，对，就是稍稍的有点距离这样子。好，那这样子，李丽Coco这边的经验比较不一样的话，为什么会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决定？我其实很认同刚刚建成讲的，就是现在数位媒体非常发达，非常方便，所以网络上其实很多文章，有时候我们看到真的是快速滑过去，或者是挑重点看。但是当它转换成纸本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会稍微再慎重一点点去对待这些文字的内容。然后，因为我们其实对于刊物的思考方式是把它当成像是一个策展，就是你在这个刊物里面，你可以从最前面到最后面，你可以去感受到什么，也是刚刚建成讲到的那个顺序的感受，然后也包含像我们的刊物，它其实是一个长 A3 的这样的一个折页的形式，然后所以当你整个打开来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整个分布跟画面，然后包含设计师在这里面的怎么去排版的思考。对，然后透过图像跟文字的结合，我觉得他的感受是比较难透过网络媒体去呈现的。然后再来就是比如说我们刊物里面常常会访问到很多的在地人，然后当初刊的时候，你直接把这个纸本交到他手上的时候，对他来说，我觉得那也像是他们一个作品。对，所以我觉得就是
透过这样的方式，大家就会更慎重的看待，原来我们有里面报道所分享到的这些内容，然后被报道者也会觉得说，我所分享的东西是有人去关注的，对。我想补充一个，是跟真的去出一份纸本的刊物，然后集结成册不太一样。但我记得，就刚才想到一个很经典的故事，是因为我们在做社区行动的时候，一直很想要去吸引在地人的参与，然后也可以跟大家互动。然后我们有一年就是在脸书上下了广告，然后脸书社团也都去发文了，但是触及一直都不是很好，然后也没有真的那一个社区的人来报名。那时候我们真的就去想了老半天，真的就印出那个传单，然后一家一户去塞那个信箱。那一个动作就是，其实一开始身为一个就是台北待过的台北视角的人，就会觉得这种事情很怂，不要做。但就是那个纸本的东西，也因为有纸本，所以真的在活动开始的时候，有一个人他真的拿那张纸本走进来，然后说他要参加。所以我觉得他是真的，虽然说上面没有写着他的名字，但是在他的信箱，在他的门口看到这东西的时候，他会是不一样的感觉的。然后他是。就刚才讲那个触感是很不一样的。我刚刚其实在听，就是慧茹在分享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在，我们所谓的地方上面做刊物的时候，会跟我们其实一般在出版社做刊物很不一样。因为出版社做刊物，我们最要求的就是那个结果、那个成果，因为我们必须希望这个成果可以跟最大多数的人发生对话跟共鸣，可是你们的对象其实是在地者，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们在整个制作的过程，包含就是会跟长辈们就是做完了会送给他们的这一个，以及就是建成你们拍完照也会送回去给受访者，这个整个动作，我觉得才会是在地方上面做刊物的完整的过程，而不是那个成品而已，对。那其实刚刚也有看到，就是像Lilico现在做了6期的，每一期的主题都非常不一样，然后也都会邀请客座的编辑一起来参与企划。那对于可能比较少有经验在地方上面做长期生活的人来讲，都会很好奇说，到底这些主题是从哪里挖出来的？会不会觉得做这个主题没有人看，或者是说这个主题会有找不到的时候？对，就是这些内容你们怎么决定的，以及就是判断出来的？因为我们其实我们有很多没有办法出刊的主题，可以举例一下，对，比如说老板真有趣之类的，这个听起来就很棒啊。对，就是应该说，现在目前的几期都是我们自己先去脑力激荡发想哪些主题，然后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储备很多的主题。然后遇到某一个契机，找到一个适合报道这件事的人，那就是他了。对。那像是菜包这一题，这一期呢，那时候我们就因为我们发现中壢真的有非常多的菜包店，然后各个妈妈都会有各自推荐喜爱的店家，那觉得这个现象或者是这件事情还蛮有趣。然后再加上我们跟台北很近，然后可是我们在台北讲菜包是另外一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菜包。客家菜包是糯米做的皮，它不是一般肉包的那个包子皮。对，先说明一下。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刚好找到了那个，就是前一阵子有拍那个要阿公阿嬷拍 B 级僵尸片的那个导演子柔来报道这一期。然后那时候找到他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太刚好了，就是他就说。就是他每次就是在那个台三线往返肚子饿的时候，他就会去买一颗菜包，当他的路中的那个过路的时候肚子很饿就会去吃，然后他就说他是非常热爱菜包，然后所以他这一期我们就跟他讨论以后，他就说他认识超多人喜欢菜包，有咖啡店老板娘，然后也有新住民，然后也有本身是开餐厅的老板。然后他就透过他这个角色，然后去触及这些喜欢菜包的各行各业的人，然后大家就会分享自己对菜包的那个热爱，对，然后所以就是应该说这些主题其实就是我们需要准备很多，但是就是在遇到某一个契机的时候，这个主题就成立，然后就可以被出刊，对，所以就不会有不知道写什么这样子的状况。
反而是题目库很多，只是在等待适合的时机跟人出现，对不对？对，但是因为可以写出来的，有时候就是真的要找巧合，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想说，今年开始我们要不要换一个方式，就是征集大家的主题，就是你可以你对这个主题很有兴趣，你很想报道，那有没有可能我们就来一起出？他也可以，他来投，然后他也甚至可以参与变成编辑的一员，这样子。对，对。那雅芳老师这边会有遇到这样的状况吗？在就是素材上面以及主题上面，还是学生们其实都太有才了？因为其实我们的刊物跟一般刊物比较不太一样，因为一般刊物是由上而下，主编定了一个主题，然后就由上下去做。可是我们是相反，我们是从下往上这样子，就是以学生他们发想到了什么主题，然后用他们的视野去看到了什么，然后我们学长姐才会一层一层的螺旋上去做这个报道，所以是相反的，对。然后其实真的很多人会问我说，就是竹东到底有什么好报道的？可以报道12年这样子，我也是很惊讶，就是我真的也很惊讶。但是因为从可能第6、第7期，然后学生有一次拍了一堆很多竹东就是各种颜色的照片，然后我那时候就说这个照片有好看吗？然后后来说老师你不要急，你不要急，不要急。然后他们就把所有的颜色同样的颜色拼成一张图，然后我那时候就非常的惊讶，原来竹东可以这样拆解看，怎么变这么漂亮？然后我就觉得说，哦，好，从此我就知道了，原来全部都是因为我们大人自己局限了这个怎么去看竹东的视野，然后学生就是有他们的视野去看，像这一期，就我觉得他们就很有趣，发现了竹东有一条路，代表了竹东人的生老病死，在这一条路。竹东人都会走过这个生老病死，对，这个就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可是他们慢慢帮我们去找到竹东属于竹东的一条路，我觉得就很有趣，因为这可能不是我会去做发想，可是他们自己就看到了这一条路，对，所以是他们给了我们很多刊物的一些新的观点，而且我觉得雅芳老师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在内容上面，大家的那个编辑的过程是由下往上的，对，跟由主编以企划为主轴去邀请大家很不一样的构成。对，那其实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在做地方刊物的时候，会去。我其实刚刚一直听到慧茹讲说，我们希望就是不管活动还是刊物，都希望很多人参与。就是在地方上面，我们要城市啊、社群是绝对不可以少的。对，所以想要问的就是说，不管是在做刊物也好，或是在做活动也好，你们对于在地方上面的因为采访，或者是说你要邀约跟他一起筹备小旅行，或者是邀请老板一起来参与的这个社群的互动上面，你们是怎么去破解，或者是说怎么跟他们达到一个良好的关系？有没有发生过一些失败的例子也好，或者是有趣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建成要不要先？这会不会很多？是不是要讲那个20分钟？直接预约下一年的，没有那么夸张。但我觉得刚刚那个题目，其实我也想回应一下，就是我觉得题目基本上就是那个题材一定是，但基本上可能可以讲。只是说，我们有没有想到对于现在人有趣的方式去回应它？就像一开始我们在第1期刚开始做的时候，想要去讲说苗栗跟新竹通勤去竹中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这个题目说只是讲去新竹上学，它就是一个很政策的事情。但是我们重新去讲说，哦，他可能这样子去新竹3年之后，他就可以环游世界1圈的这个距离，所以大家可能就会有新的感觉。所以这个题目它也许是有趣，但那个有趣是自己觉得有趣，那而不是说大家开始有感觉。那这一个大家有感觉这件事情，就会回到觉得自己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好，从这样的角度当中，就会回到刚才静伟的提问。当我真的开始觉得我真的都不懂的时候，让大家可以参与进来，那才会有别人的角色。一开始就觉得说我就是想要来编辑一个地方上中游在这个地方上的文史故事的时候，那你就是只有讲你想讲的事情，所以你的受众就可能只有你自己。
因为别人不想知道啊，对对，所以我觉得在社区上面，很多时候是让自己真的什么都不会，然后也真的去学。所以假设以客家这个题目的时候，有些伙伴就说他客家话讲得不好，反而客家话学得更快，因为很多人会愿意教他，会说你这样讲不对，他愿意多学一下，反而客家话讲得更好这样子。好，那慧茹在跟就是地方上面的在地的社群上面互动，有过什么比较挫败的经验吗？我觉得一定都会有，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在地方推动这些工作，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因为沟通是双方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得要去观察哪些人是适合我们一开始适合去接触的，对，所以那当然也有遇过一些不是那么理想的状态。那通常在一个陌生开发的情境下，我们有时候比如说像我们一开始回中地的时候，我们在做小旅行，有时候我们就是带着一群人，然后开始在街道上走，然后遇到店家。然后老板娘有点好奇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把麦克风嘟过去，老板娘，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们家的店啊？然后什么什么的，然后有时候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小举动，慢慢培养一些关系以后，那大家稍微知道你在干嘛，然后就会开始慢慢就是接下来可能就有其他的可能性，对。然后像刚刚那个提到的大时钟，我们一开始进去的时候，人家就想说你们是不是诈骗集团，到底来干嘛？问我那么多事情干嘛？对，那时候我们也是。其实有时候是先透过一些行动，然后让他看到你在干嘛以后，他可能对你会有一些比较没那么有戒心，对。然后当然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沟通是双方的，就是我们当然还是就是要去判断一下。那有些当然会有很好的回应，很热情的回应，那当然就是我们在某个阶段，然后找到适合的方式去跟他们接触，对，对。好，因为我觉得。就是在像刚刚，我就在想说，如果我是要在地方上面走跳的话，我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去跟大家来做好朋友？是不是要保持一个友好，但是又不能太黏的关系？尤其因为3位的所在地，其实我觉得那个城市规模或者是那个空间尺度是非常不一样的。要不要彼此分享一下这一块？就是我要跟一个店家讨论事情，或者说像你刚刚突然把麦克风嘟给老板娘。这样子要观察，对，就是要具备什么特质，我才适合在地方上面走跳。你们这样子多年来有什么心得吗？或者是说想要让进入地方工作的人，会不会提醒他们有3不或3不要、3要之类的？我先讲好了，会不会太临时了？因为刚好我们团队有好几个人，每个人的属性都有一点不一样。像有的人就是用一种我去买菜的买菜方式的对话，然后就是开始跟老板就是有一些建立一些聊天啊，因为人的关系建立，它真的不是突然的，就是你不能说，我老板，我今天要做作业，我要问你什么？对，通常只有学生才可以有这样的特权。我刚才在想问。对，但是像我们这种已经出社会了，大家通常都会想说你要干嘛？对，所以他真的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慢慢培养这样的关系。然后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思考，我们很想要跟某间店建立连接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当然有很多的行动过程中，我们会可以尝试去找到一些机会。比如说我们今天有餐点，那我们就去找那个老板订餐点，然后顺便再问问他，你们怎么做的啊？你们的店开了几年？就是需要找到一个小小的机会。一个契机，然后去慢慢建立这样的关系。对。那雅芳老师这方面有想要？就是对这边就变成是我们的优势，对。然后因为我们主要是以学生团体嘛，那其实居民最喜欢的就是跟学生聊天了，所以这其实就是变成我们的优势。然后尤其是像刚刚有讲说，就是台3线艺术季找我们一起合作的时候，那其实那时候就是台北的设计团队来。那他们其实想要改善一个就是洗山坑的空间，这样。那洗山坑的空间大部分都是长辈在使用。其实因为那个洗山坑已经被访问太多次了，甚至是日本人都很喜欢来这边看的地方，所以他们其实很拒绝
成人跟他们在访问，就说不要再打扰我们了。可是学生的话就会觉得，就一旦他们用了客家话，然后跟这些长辈开始问候的时候，其实就牵起了一个善意这样子。所以在经过就是由学生先去初步跟他们就是访谈，反而就是打破了这件就是他们的戒心，然后就开始告诉我们各种洗山坑的小故事。对，我们就是一个桥梁，在地的桥梁。而且我记得学生访谈时间很长嘛，是不是也有一点用苦肉计这样子？也没有啦，就是应该说我们，比如说我们预计要访问到50-60个洗山坑的长辈，可是学生都是假日去，那可能假日去的时候只能碰到10几位，然后他们甚至就会问说，那其实最常洗衣服的时间是什么？他们就说凌晨4点，所以他们就要凌晨4点。对，我们就凌晨4点带着学生，然后去访问长辈。那其实凌晨4点再看到学生去，长辈一定是超开心的啊！在这时间还有年轻的学生来访问我，多开心啊！就完全就是把他们掏心掏肺告诉我们他们在这边洗衣服的所有的就是八卦啊，很多小故事这样子。对啊，所以在这一点其实就变成是我们的优势这样。对对对。建成，我简单讲一下，就是我觉得第一是要花时间，就是刚刚关系这个确实你不可能立刻就是跟他有很突破性的改变，所以你第一要花时间，第二要真实在那边生活，也许就像4点要起来。那我觉得在苗栗有另外一个不一样的状况是，要去了解他所讲的事情背后，或者他所做出来的行动背后是什么样的情绪状况，因为苗栗。就是如大家所知的不得不提，还是有那3个字的标签存在，就是苗栗，对，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其实光这3个字，其实大家背后就有非常多复杂的情绪，有人是很喜欢，有人是不喜欢的，所以即便是报道一件事情或采取一个社区行动，就是每个人其实他所期待的，他甚至反对的原因，其实并不是他不喜欢不要，所以我觉得在地方上行动，某种程度上要强韧的内心，但我觉得是更强的感受的能力，去看到它背后的事情是什么，这样子。我就知道建成会提供很好的那个多年来的经验，这样子。那因为我们时间真的好像被我那个有点太，剩下的是一点点的时间，所以我想要问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们刚刚听到很快速的听到你们办了很多的活动，然后也产出了这些刊物，那这些除了你们本身的人力、精神的投入之外，其实也都需要经费。所以要怎么去在地方上面实践这些文化行动？你们怎么去做到跟现实之间的平衡的？各自的方法是什么？对，可以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嘛。也许就是有人想要踏入地方的话，他也可以有一个借鉴的方法。好，建成先。我觉得第一是你要真的在地方上活下去，可是这个活下去的重点不在于说你一定要赚大钱才可以开始做事，而是你至少让这边自己有比较明确的收入，不一定是上班那种收入，而是你真的好好这边生活，然后在你行有余力的这个状态之下，认真的刚才讲的好好在地方生活，在地方生活就不是虾皮订一订。好，网络上订一订，你可能也不是 Foodpanda 订一订，你是真的就走到那个店家去买个菜包也好，然后买个就是卤肉饭、控肉饭都好，就是你真的去，然后在那边生活，然后慢慢的去累积出来东西，这个时候你才比较不会去焦虑，或是让你的生活跟你要做的社区行动失衡脱离的。对，所以我觉得回到社区里面，假设是一个不管是它是返乡或移居，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关于假设是出版或是做社区行动也是一样，就是从自己擅长的开始，然后当然我们会看到台面上很多就是明星或是典范或是新闻报道，但那些东西就是看一看，就像童话故事一样，但不代表童话故事是骗你的，而是你要知道你怎么样慢慢的迈向那个程度，这样子。先善用自己，对，先善用自己，没错，对，然后再找到资源。是。跟机会这样子，那慧茹这边呢？喂，有声音吗？好，我觉得，应该说，我觉得在投入地方之前，我不建议大家一出社会立刻投入地方。对，因为有时候
因为像我们可能几个伙伴，我们其实都是工作一阵子以后，然后我们可能对实务或者是对很多行政的操作有一些概念以后，我们才回到地方。对，在那个时候你可能有赚了几年的薪水，有一点保底，然后你也大概知道这个社会或者是这个群体怎么运作以后，我觉得在投入地方才会是比较适合的。对，那在这个时候你可能你的经济压力可能也不会像你出社会的时候会觉得赶快赚钱这么大，然后你可能也具备了一些技能，可以应付更多的疑难杂症等等的。对。然后当然像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你首先还是要融入这个区域的生活，那你才可以能够更细致的去观察到这个区域的问题是什么，你可以采取的行动是什么。对。好。小芳老师，我们时间到了，没有啊，就一句话而已啦。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就是从小嘛，所以他其实从国中念书的时候就一直在做在地了，所以国中、高中、大学，然后到甚至出社会还会回来，他就是一直在这其中，他其实是没有离开过的。对，所以他也不一定是一个专职在做这件事情，他就是他有闲暇的时间就回来，所以我觉得这对我而言也不是一件就是太冲突或者是在另外做的事情，他就是从小就是在生活中对，好，那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那最后面就是想要留1-2分钟，想要给大家就是有没有一些对于刚刚很快速的3位的讲者分享他们的个人经验，想要对他们回馈或者分享自身的经验都可以。那我们这边有准备，就是刚刚建成设计的。你要不要介绍一下？收纳袋跟春联，是的。来，帮大家客语学习一下哈。客家话的万事如意是万事以一，然后把它直接写成华语的话就是凡事以宜，凡人的事情也移除。那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好了，扛爱仔是抗爱，就是忍耐的意思哈，所以为了爱就是要忍耐一下哈。好，简单先介绍这样，让大家可以。好，对，就是现场有没有朋友就是想要分享自己的经验，或是想要对刚刚他们3位讲的其实还不过瘾的，可以欢迎提问。我们还有2分钟时间，可以吗？好，来。会想要请问地方有哪些资源会去支持大家各自的行动跟出版？因为其实要做刊物，应该还是蛮花钱，然后看设计，其实好像也都是，是大家耗自己的血汗，就是会蛮想知道那个资源是怎么被调度的。好，那我先请他们来，这个请建成先回答。好，我觉得先在讲资源之前，直接讲快一点，就是其实现在印东西很便宜。就是你上网印就非常便宜了。那设计这件事情，假设你本身有设计能力的话，那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那还有就是说，你也可能可以用照片的方法去补齐这个东西。所以其实我觉得出版并没有这么想象中的贵。那只要是你对于这些事情有没有想法，然后做不做得出来。那在地方上要做这些事情，其实也有很多不一样的sponsor， 就看你的题目是什么。那每个人会去介入的方式那些是不太一样，所以其实我觉得是还好啊。但是怎么卖就会是的那个2位老师的专业了，对。没有，我觉得慧茹也可以分享，因为我觉得你们跟我们对，就是你们有非常多跟公部门就是合作或者是打交道的经验，也许就是可以提供一些最后的1分钟来回馈这个读者这样子。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资源可以让大家去从事地方的行动事务，对。那当然我们不能永远都是靠政府支持嘛。那所以虽然我们现在还是有一部分是这样子，对。那当然就是政府的支持是一部分，但我们也觉得能够串联地方的组织是很重要的，就是包含像是我们这个刊物出刊期，我们跟在地的独立书店都有合作，然后当然我们也会上网推广这样子。对，那也像建成说的，其实出版一本刊物其实没有那么的贵，那就是看你，我觉得没有钱有没有钱的做法啦。那如果你今天有一点预算，有一点余裕的话，你当然可以去追求不同层级的一个
成果的产出。对，那大概就这样。对。好，亚芳老师有要补充吗？不然我们就要结尾喽。这几本刊物可能都在，就是如果是年轻人的话，我觉得就是政府还是很多案子可以去申请。以年轻人想要做啦，如果需要资源的话，我觉得因为政府单位很多可以去支援的。其实像我很多学生，他们自己都会再去找政府单位的一些什么海外圆梦计划，或是出国计划，因为他们从小就知道说我们要知道怎么去申请找资源，所以他们也会知道自己自身需要什么，然后他们就会去搜寻，然后去申请。我觉得那个都是很好，可以让自己去圆梦的事情，这样子是很多计划可以去搜寻的。对，好。我觉得只要想做这件事情啊，其实目前公部门的也许像教育部青发署，然后还有像是水保局，都有很多相关的计划可以上面去搜寻一下。对，那今天的时间不好意思，这掌控的没有很好，但我还是想要最后呼应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回家不是退场的这件事情。就我知道，就是从318学运之后，有非常多的年轻人开始选择回到所谓的非城市的地方，那他们其实在做的事情，我觉得都充满理想，但是他们现在也很需要大家的实际的支持，然后以及社群之间彼此跟彼此之间的联动，所以欢迎大家待会我们刚刚讲的刊物以及更多的地方刊物都有放在客委会的摊位那边，欢迎大家就可以移动到那边去看，然后也可以实际的追踪跟参加他们的活动。谢谢大家。就谢谢大家，谢谢大家。